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感谢主，能够伫主日的早起时，三甲要来敬拜上帝。过几分钟，咱就要开始今日的礼拜。所以这个时阵，牧师带大家来祈祷，咱同心来祈祷。是阮的主，阮的上帝，阮感谢你，感谢你保守看顾阮经历一礼拜久。当阮全家用敬虔的心，伫你的面前自执。恳求主你赐福保守看顾，用你的疼充满阮，也加添阮信心，互阮会当用全部的心智来服侍你、敬拜你。恳求主你赐福保守看顾今日的礼拜，互阮透过礼拜来甲你三亲近，得到你的赐福。阮伫要开始进前安尼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。阿门。这时，请咱备办心拜礼拜。恁着定定着知我是上帝，我要伫列邦中做权大，受尊做大，伫遍地上也做权大。咱三甲来吟诗讹罗上帝。圣诗第67首，圣诗第67首，我心讹罗上帝。请起立来吟全首。我
请坐，请咱做伙同心来祈祷。创世成中的主宰，疼世间人的天父上帝，感谢你无限的疼甲怜悯，无少算阮过去日子中间所行无合你心意的歹，互蒙福的阮，借着圣子基督的救赎，成做成国度的儿女，领受你所赐丰盛的恩典。伫圣的安息日，虽然也未得到控制的武汉肺炎疫情，造成阮心灵惊吓不安，阮依然抱着对天父完全的信靠，存谦卑敬畏的心，透过网络礼拜的方式，同齐敬拜阿罗你，领受你的话语，做阮灵性的美娘。愿你使圣神保惠师时刻帮助阮伫基督内底，成做新创造的人，会当活出基督的款式，来迎神一人，归荣耀天父。怜悯慈悲的天父，当武汉肺炎病毒的疫情致到全球的百姓健康甲性命受威胁，社会充满惊吓不安，造成真侪国家的国安危机甲动乱。祈求天父赐下怜悯，固守所有参与防疫有关的医护甲政府人员的身体健康，受感染的人得到医治，染病丧失性命的亲人心灵得到安慰甲扶持。愿来自主耶稣所讲，愿恁平安，借着主时刻拢甲咱同在的应允，互众百姓的心灵状态得到健全，除去中国武汉肺炎疫情所带来的惊吓不安，领受主所赐丰盛的恩典甲平安。阮的祈祷无完全，只是阮要用主祷文三甲来祈祷。愿以天的父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执行，伫地亲像伫天。阮的赐你今仔日给阮，赦免阮的过犯，亲像阮赦免我的人。无你查阮的事，就叫阮脱离迄个歹的，因为国权的恩光拢是你所有，到代代同真。阿门。咱三甲来交托启应文第21篇，全地就向耶和华出欢喜的声，恁着欢喜的心，服侍耶和华。笑我来到伊的面前，恁着知耶和华是上帝，咱是伊创造的，咱也是伊的，咱是伊的百姓，也是伊草场的羊。就用感谢入伊的门，用俄罗入伊的院，就感谢伊学到伊的名，因为耶和华是好，伊的慈爱到永远，伊的信息到万世代。咱继续用吟诗来学到上帝。圣诗第16首，圣诗第16首，上帝是阮得闪所在，请起立来吟全首。
请坐，请圣官队领咱来阿乐上帝。三甲来领受上帝的话，记载伫旧约出埃及记20章4节到第6节。我要用现代中文译本来强读。第4节，毋通为家己做任何的偶像，也毋通仿做天顶、地上、地下、水里的任何形象，毋通向任何偶像跪拜。因为我是上主你的上帝，我绝无永远甲我对立的神明。愤怒我的人，我要处罚因，甚至到3、4代的子孙。但是听我遵守我命令的人，我要用慈爱款待因，甚至到1000代的子孙。圣经以上，愿上帝祝福听伊的话，搁去行的人。今早起，主任牧师要带予咱的信息是：圣经人物系列26，摩西的第4讲，请大家用恭敬的心来领受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咱顶回有分享10条诫第1诫，咱今日要看第2条诫命。
第二条诫命是袂当为家己做任何偶像。伫领受上帝话进前，咱同心来祈祷。全能永活的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的恩典。你透过你的话语，成做阮生命的帮助。主啊，这时阮要静静听候你的话，求你亲自来对阮讲话，对阮启示，互阮伫礼拜中间领受你话语的祝福，也恳求主你赐了信心，互阮会当将你的话实践出来，来荣光你的圣名。愿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，阿门。咱顶礼拜有分享到第一条诫命，咱今日来看第二条诫命。第二条诫命甲第一条诫命虽然是无共款的诫命，但是因两条诫命中间是有真密切的关联。第一条诫命是大咱讲，咱应该爱敬拜的对象，就讲对象爱正确。上帝讲，除了伊以外，咱袂当有别的上帝。虽然独应该爱侍奉敬拜迄个伫圣经中间，仍然启示伊家己的真神上帝。咱对象爱正确。第二条诫命就是讲，咱方法爱正确。咱敬拜上帝的方式，咱袂当用人的想法、人的方式去敬拜上帝，去侍奉上帝。就照着圣经中间所吩咐的方式来敬拜伊，来侍奉伊。所以这条诫命的内容就是讲，唔通为家己创造任何偶像。虽然首先来思考什么是偶像，偶像就是伫真神上帝以外，咱另外还有其他信靠的。也就是讲，如果若伫你的心中有什么款的人、什么款的代志、什么款的物件，比上帝较重要，安尼这项物件就成做你的偶像。咱会当将心中的偶像分做三类。第一类就是咱手所做的偶像，这类的形象这类的偶像是有形象的，比如讲迷信者所拜的菩萨、神佛等等者的，也有人将动物、石头、树木等等来当做偶像去崇拜。第二种就是所有取代上帝形象的偶像，取代上帝的偶像，所有会让互咱将上帝放伫第二位，甚至将上帝灭去一个代志。比如讲金钱、名声、地位，迄是任何的物件。咱伫迄个职业运动中间的英雄、影星、歌星、政治人物，甚至宗教领袖，拢有可能成做偶像。当然，无需要提醒大家，这个人毋是袂当欣赏，但是如果对这个人的尊敬、尊敬超过上帝的时阵，安尼伊就成做偶像。第三种，这种咱真少注意到，但是确实得到上侪人的服侍甲尊重的偶像，迄就是咱本身啊。当一个人为着家己所拥有的尊重甲知识感觉骄傲的时阵，当咱的生活只是为着满足咱的心思意念的时阵，无去顾别人，甚至将上帝灭去，这就是将家己当作偶像来崇拜。虽然今仔日的信息主要是针对这三种的偶像来面对来处理。咱首先先来看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偶像。会产生这样的偶像有三种原因。第一种就是受到邪灵的吸引甲迷惑。这世间有真侪无同款的邪灵会迷惑咱去信从伊，佮加上咱人的目的甲私欲，真容易就受迷惑。咱袂当忽略这个事实。第二个原因就是，咱人生的价值的迄个顺序错误。咱来明白，圣经中间真肯定人的价值，上帝真看重人，伊互人有尊严、才能来有份伫伊的创造，负责任甲上帝做伙来管理这世界。上帝也互咱有温数，互咱会当用咱的温数去服务其他的人甲万民，透过安尼来荣耀上帝。所以，但照圣经中间，这顺序是人的地位是伫上帝下面，但是伫物件的顶面。但是咱看到
可能有真侪人将这关系放唔对，真侪人将物质放伫人的顶面，人变成做物质的奴仆，互物质名声地位，成做咱家己的偶像。为着追求这世界的物件，甚至会当失去家己，袂记起上帝。啊，另外一方面，人却将上帝放伫人的下面，将上帝当作无重要，忽略上帝的地位。这种心态不但得罪上帝，也互咱人陷入迄个困境中间。第三个原因就是骄傲，过度高估家己。有一个神学家叫做鄂古斯丁，伊认为骄傲是一切罪源头。伊指出，骄傲常常用自我中心的形式来表现。当一个人用自我做中心的时阵，伊就将家己取代上帝。所以，咱明白形成偶像的原因，就是邪灵吸引未歇，人生的顺序错误，啊，甲骄傲高估家己。咱知影这三种原因了，咱就学习来安怎去气度这偶像。牧师今仔日要甲大家分享三个真重要的方法。第一个方法就是咱无设偶像，无拜上，无拜别的神明。第二条诫命讲，咱毋通创造天顶地下，也是水中任何形象，毋通用这个偶像来跪拜。所以咱袂当创造偶像来敬拜伊。当然有真侪人会安尼问牧师，讲牧师啊，安尼有一寡艺术品吼，又有像，咱到底敢会当收藏这艺术品？偶像甲艺术品要安怎去分别？其实有一个真重要的重点，就是咱毋通互这个代志、这个物件去取代上帝的地位。所以伫遮，咱嘛爱回答几个咱时常拄着的问题。第一个就是到底耶稣的像敢会当去敬拜？咱袂当创造偶像，安尼耶稣的像敢会使？当然有真侪艺术作品会用耶稣做主题。但是咱绝对袂摕伊来拜，咱来明白，耶稣并无存在伫偶像中间，迄是人所创造的，咱无应该敬拜伊。所有艺术作品的耶稣，拢是人所想象的、所创造的。啊，实际上耶稣生做啥物款，咱嘛毋知。所以咱毋通将耶稣的像当作神来拜，反倒当是安怎？咱来将耶稣放伫咱的心中。互耶稣来掌管咱的生命，顺服伫耶稣基督的教导，而且活出耶稣基督对咱示范的生命。这是第一个问题的回答。啊，第二个问题是，有一寡人会问讲：安尼十字架咧，十字架敢会当摕来拜？咱来理解来讲，十字架是今仔日普世教会共同上顶，真侪教会也是讲咱厝内底拢会挂十字架，但是咱来知哦。十字架本身无任何神奇的力量，之所以有这十字架的砖塔，是为了帮助咱进入敬拜上帝的敬献内底，毋是将伊当作偶像来敬拜。接下第三个问题，就是讲祖先的牌位敢会当拜？当然，过无偌久了，就是清明节。台湾人有这制作的传统。所以接下咱来分享有关于制作的代志。虽然有真侪人之所以无法度诚做耶稣基督的门徒，是因为制作的代志。有一寡人，我过去牧会的时阵嘛，有一寡人对牧师讲：听候阮厝人的时代过身了，我才会来受洗咧，因为我惊因会无欢喜，我需要尽孝道。确实是安尼啊。有真侪人对咱的信仰有误解，认为讲基督教死无人靠，所以惊讲伊的子孙去信耶稣了，伊就无人死了，无人服侍。所以牧师要开一点仔时间来分享有关于制作的代志。咱分做两部分来说明。第一就是讲制作的人往往将迄个神主牌当作是祖先的化身，感觉祖先就伫这神主牌内底。将神主牌来敬拜这神主牌来做祖先的敬拜，
啊，毋知大家敢知影新主牌是安怎来？啊，根据这民间的讲法，就是讲东汉时代有一个农夫啊，叫做李丁兰。啊，这个李丁兰吼，伊的脾气真无好，有时阵吼对伊的母亲吼真歹，啊常常催劝伊母亲去做真济代志。啊，这李丁兰伊是做事人，所以逐工拢爱去甲田林工作。啊，伊就互伊的母亲吼，伫中昼的时阵爱送饭来，甲田园内底互伊。那伊的老母吼，那有小可迟到吼，伊常常就责怪伊的老母。有一天早起时吼，伊照常往即个田去吼。啊，老林伊看到一群羊仔咧食草，啊，其中有一只细只羊仔吼，拄咧食呢。啊，这李丁兰就感觉真好奇，就看这细只羊仔吼，是跪咧食这个母乳吼，所以就感觉真奇怪，就去问这个雇羊的人。啊，雇羊的人来讲吼，世间上界伟大就是老母的疼吼，为着细只生命的诞生吼，爱忍受怀胎的辛劳。啊，当囡仔生落来了吼，佮爱去照顾伊、养育伊成人吼。不但人类安尼吼，连动物嘛无例外。你看到这细只羊仔吼，伊一生来就会晓感谢伊老母的辛劳，跪咧食呢。吼，伊讲人若毋知影友好吼，就真正连禽兽也不如啊。哦，李丁兰听了这个话了吼，心肝感觉讲，哦，真见笑。讲过去家己无好好感谢过老母，啊，佮时常安尼累骂老母，啊，有不好的行为，所以就心中有悔改。伊就讲啊，等下老母若来吼，我一定要好好来感谢伊。啊，叫即天吼，伊老母因为一寡代志延前吼，所以啊送饭的时间就暗。啊，所以老母真想讲要将这中昼顿送来互丁兰的时阵，啊，丁兰远看着老母行来吼，伊就赶紧走要去甲老母啊讲感谢的话，啊，甲老母回息咧。结果老母看到伊走过来吼，心中真惊吓，想讲啊，即声我迟到啊吼，伊搁要过来骂我，所以就啊往边仔去走，啊叫无细里吼落到路边的这个一条溪内底，吼，啊这李丁兰看到了吼，马上跳入去溪内底要救伊老母，可惜这溪水吼流了真急，老母已经用冲走，啊四界找拢找无，只捡了一块插头。所以这李丁兰伊非常非常伤心，就将迄块插头摕转去厝内底，刻老母的名，啊，放伫因大厅的顶面，日日跪拜思念老母。啊，所以对他了，大家就拢学伊，将这个插头牌啊当作神主牌啊来侍奉。啊，所以咱看这个故事，咱就理解，上界早的神主牌啊意义是在伫纪念，在伫感谢，在伫怀念。毋是在伫祭拜。啊，接下咱再来看，这祭拜祖先的问题。咱到清明的时阵，若是讲有一寡平常时咱会准备这生礼来祭祖。啊，台湾人祭祖的观念是将死人的世界看作活人世界的延续，所以因认为讲人过身了后，嘛需要食清用，啊，所以用祭米来满足因的需要。所以咱看起着一寡民间宗教，人过往了后，会烧一寡物件互死去的人，会烧纸钱、纸厝，啊，现代佫有烧这纸的汽车、信用卡啊、大哥大等等，来供养。但是，咱来想一个代志你要寄物件互人，嘛爱有伊的主旨，你爱知影伊伫倒位，所以伫制作进前。制作的人必须要调查讲，咱的祖先即马到底伫倒位，伫什么款的世界，才会针对因的需要来供养嘛。但是咱若详细去思考，咱发觉讲，台湾的民间宗教中间有一寡风向其实思考起来是感觉矛盾的。因为一般制作的人通常相信超度，而且相信轮回嘛。但是咱在过往的祖先，那去用超度去，成功轮回去，安尼根本都无需要制作嘛，因为已经去轮回，已经去超度过啊，已经无伫阴间啊，咱
根本都无需要制作供应伊的需要嘛。祖先若一直伫阴间中间需要咱的祭物，敢是表示讲咱所做的超度发挥，还是讲功德拢无效嘛？实际上，咱的信仰就咱讲，人死去了，就是进入上帝的时间，听候审判。当然，咱知制作虽然有伊的矛盾中间存在，但是面对台湾传统的想法，咱基督徒无应该只是论证，去甲人辩论，还是讲批评。咱爱去思考，安怎伫这个情景下面，爱做美好的见证。特别是第一代信主的人，咱的信仰上界重要就是孝道。有智慧的基督徒，千万唔通为着制作的代志，甲厝内底人产生冲突。这不但于事无补，反倒会破坏人对信仰的正确认识。所以牧师有以下建议咱所有的家庭拢会当安尼来做。第一就是咱爱辨咱的家谱，咱来理解基督徒是真正不忘本的圣经中间常常列出家谱嘛，表示讲圣经真重视这个祖先的传承，所以咱爱设法互咱的囝儿甲查某囝去了解祖先的这谱系，知影祖先的代志，了解祖先的教训，咱会让编写这个家谱，或者是为先人写落伊个记录整理这个相片出纪念册，或者后代的子孙会当敬教，容易怀念先人。这是第一项。第二项，咱会当来做追思的礼拜。伫咱的先人过身的周年的时阵，咱会当伫厝内底、家庭内底，还是讲门园，还是讲教会举行追思的聚会。咱人特别设计合宜而且感动人的一个聚会厅书，邀请所有的亲友来参加，不但会当追思故人，也当也未信主的人分享福音。第三项，咱嘛当常常去到墓园内底清扫，去清理献花致敬，表示追思。这是一个真好的时间，咱当将咱的子孙做伙带去，分享这个先人的故事，或者子孙知影。第四项，就是基督徒应该爱伫生活中间活出迄个基督的芳气，展现美好的生活见证，用积极的疼心去关怀厝内底人，咱的亲戚朋友，而且咱参与社会公益的活动，建立好的人际关系，来吸引人为主。最后一项嘛是非常重要，就是咱来孝敬父母。以弗所书第6章对咱讲，恁做儿女的，爱伫主内底听探父母，这是理所当然。爱孝敬父母，互你得到福气，伫世间长寿寿，这是第一条大应允的诫命。咱来理解就讲，敬祖比祭祖更加有意义。生前的孝敬比死后的这排场更加实际。咱台湾话有一句话讲，生前一粒豆，赢过死后拜猪头。意思讲，咱这父母要活的时阵，咱好好来对伊服侍，超过讲伊死了，咱对伊敬拜。接下咱们来分享安怎启度第2项甲第3种5项。第2种5项，第2个提醒就是咱来调整迄个顺序，尊主最大。咱拄则讲，因5项形成的原因的第2个原因，就是讲，咱将咱的人生的迄个价值的顺序放唔对嘛。所以咱即摆就爱调整迄个顺序，尊主最大。圣经中间讲用别的上帝代替耶和华的，因的忧愁痛苦的确加添。所以咱要启度这条第2种5项，就是讲爱将上帝放伫第一位，将上帝放伫第一位，其他的代志的顺序就对了。这是咱生命的顺序。比如讲，真侪人甲牧师相共，我真爱看棒球，但是为了看这个大联盟的转播，咱就袂记这礼拜，这就是顺序顶面的错误。我记得我伫大学的时阵看过一出电影，我印象真深。这出电影叫做《火战车》，
伊是记载一个真个人、真个故事。有一个信用真敬虔的少年人，叫做艾瑞克林德。伊是苏格兰人，伊代表英国参加1924年伫巴黎举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。伊参加的项目是100公尺的短跑。伊是当时阵上界红看好会当得到冠军的选手之一。所以全英国的人拢对伊有真大的期待。希望伊会当为着国家争取一面金牌。当伊来到巴黎的时阵，伊才知影讲，这大会将这个项目的预赛编排伫礼拜日，但是因为礼拜日伊必须要到教会内底敬拜上帝，所以伊就决定要放弃这个比赛。当时威尔斯的太子就要互伊压力，爱伊为着英国的荣耀来走，但是林德来拒绝。伊讲上帝话语更加爱尊重，所以伫比赛迄一天，伊到巴黎的一间教会出席主日礼拜，伫教会中间讲道。后来伊被安排参加400公尺的比赛，这毋是伊平常时训练的项目，照理讲应该无法度得到真好的成绩。但是当开始比赛，伊就尽力向前走去，将所有的对手拢远放伫伊后壁面。伊最后伊不但得到冠军，而且也打破400公尺的世界纪录，轰动当时的全世界。伫奥运的比赛了后，伊去甲中国宣告20档。伫2次世界大战的期间，伊有缘留踮伫战区内底照顾受伤的人，一直到最后被关伫日本的集中营。伊有缘不停用生命来见证信仰。伊一世人虽然真短，但是却走出互人感觉懊恼的姿态。伊的奔走毋是为着世间的掌声甲荣耀来走，是为着天顶袂当收怀的冠冕来走。伊将上帝放伫第一位，将世间一切荣耀当作本色，真正是值得咱来学习。第三项，最后一项，咱来学习，安那破除用家己做偶像，看家己上界重要，这项代志。咱其实有一个真好的典范，就是咱学习亲像主耶稣同款，将家己看无家己，将家己变空。圣经中间安尼讲，你若用基督耶稣的心做心，伊原本就有上帝的本质。但是无滥用甲上帝同等的特权，反倒等伊自愿放弃一切，除了奴仆的本质，伊真做人，用人的形体出现，伊甘愿卑微，顺服到死，而且死伫十字架顶。亲爱兄弟姊妹，耶稣基督甲上帝中间有真密切、无通分离的关系。伊是来自上帝，伊是上帝的囝，但是伊却无滥用甲上帝同等的特权。伊将一切拢变空，拢放弃，互家己对原本就有上帝本质，一直到奴仆，除了人的形象，而且惨死伫十字架顶。这是完全看无家己，这对伫过度高估家己的咱，有一个真重要的提醒，毋通将家己当作偶像。咱应该将这款情况改变。明白咱的生命是上帝予咱的，咱是为着荣耀上帝来活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今仔这个第二届，其实嘛，予咱得到一个真重要的讨棒，予咱对迄个偶像化的捆绑中间得到讨棒。愿上帝亲自帮助咱同心来祈祷。是阮的主，愿感谢你的恩典，感谢你透过你的话语来成就阮生命的帮助。主啊，伫这世间，阮有真侪乱无所意爱，滴到真做阮的偶像的事物，求主帮阮消除因，互阮能完全顺服伫你的心意中间，活出阮生命的价值。阮来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，阿门。咱三甲来吟诗回应上帝的听，神圣诗
第346首，新圣诗第346首。愿我哪行，甲主哪活，请起立来吟全首。请坐，这时请咱备办心来奉献。
万福的本源的天父上帝，感谢你赏赐阮丰盛的恩典，这是你的正义女献上金钱、才能、时间做圣工的路用，愿你感纳，祈祷奉靠主圣名，阿门。听者，这是我来报告。防疫期间，暂定对5月的第一礼拜以前，鼓励大家入厝内做伙线顶，甲教会兄弟姊妹同心敬拜。线顶礼拜的时间也是甲以往的礼拜时间同一样。第一场7点半台语礼拜，第二场9点华语礼拜，第三场10点半台语礼拜，第四场11点英文礼拜。大家通选择适合的时间来做礼拜。而这段时间儿童主日学的部分，我嘛有线顶的儿童礼拜，而主日上午10点转播。互家长陪同细囝伫线顶学习，各区的区目也会利用各种的通讯方式彼此关心，愿咱齐心为这个疫情来祈祷，愿上帝保守眷顾。第二点，防疫的期间虽然采取线顶礼拜，但是犹原拜托兄弟继续为教会的事工来代祷，以及采用以下的方式来做奉献。第一种，邮局汇款发拨；第二种，银行的汇款，也是 ATM 转账；第三种，刷卡奉献；第四种，也通伫周间的早起9点到下晡5点半，直接到教会办公室奉献。第三点，防疫期间配合周报的制作，每周周日以前的奉献，刊登伫隔周周报的内底；周日以后的奉献，就刊登伫下周的周报的内容内底。第四点，防疫期间每周6以后，提供各州的纸本周报，伫1楼收遗室，互会友来摕，也会同时将电子档放伫官网顶面。第五点，防疫期间读经无停，听者通上台湾教会广播社的网站读取新港讲的读经本。也通伫上班时间内到9楼办公室，摕4月到6月的新眼光读经本，甲购买圣经充满满的经文添充本。第六点，108学年第一期的奖学金已经通过申请的，请伫3月29到4月12日9点到下晡5点到9楼办公室找李淑芬干事来领报告。以上只是请主任牧师来补充报告，甲无用代祷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这个时阵，牧师来补充报告。咱已经有申请这奖学金呢，咱让对今日开始，一直到咱实体礼拜的中间，咱拢会让伫早起是9点到下晡是5点，来9楼办公室来黄淑芬干事来领厝。咱要来领厝进前，也是讲你无法度伫这段时间来领厝的，请你事先甲淑芬干事联络，伊会来安排这个代志。第二项就是4月9是咱秀兰州的拜四，咱伫7点半，
牧师团会为着咱备办这个纪念耶稣最后晚餐的一个节目，线上的转播，请大家准备心，保留时间，恭敬来参加。伫咱厝内底，做伙用线上来参与这个活动，愿上帝亲自赐福保守看顾咱。这是牧师来做牧养代祷，咱同心来祈祷。是阮的主，阮感谢你的恩典，你保守看顾阮，互阮得到平安。主啊，阮恳求你赐福保守看顾阮肢体中间，既若有软弱的，求你扶持；若有心神忧伤的，求你安慰；若有肉体病痛的，求你亲自医治。互阮伫这疫情传染的过程中间，永远保持着平安喜乐的心，也透过阮的生活，透过阮的性命来做见证，来荣耀你的圣名。阮来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，阿门。请咱三甲来吟上咏第510首《俄勒天顶主宰》。吟诗说，请准牧师来祝祷，请起立来吟全首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天父上帝的疼痛，圣神的感动，夫妻相通，常常甲恁伫地，直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，密道下温享受车客。